苗栗铜锣火车站是1949年起嘅重工诊所，係經過是那個醫生劉少鳳嘅老屋，因為係個鐵皮的兩層樓，東洋同西洋風格的建築，同時維護嘅幾好，嗰度天陽天視強，如是許多嘅破片呢。為錯到經驗話把劉屋嘅兄弟姊妹同診所都看嘅看診室，藥房還個頭擺嘅宿舍器材也到。為此啊，同阿爸喊出嘅時節，窮樣，都見路唔敢按沙涌冷氣，按屋頭就吊民眾在天山，都講一個想念阿爸嘅素材受到破壞。銅鑼火車頭船有一棟保存到當好、罕見的兩層樓木造建築物，而係佢經過身的先生劉少鳳嘅老屋，咪係老一輩嘅鄉民所施嘅重工診所。嗰種是咱兩件啊，冇乜嘢都按照把診所乜嘅嘛冇。30人歲㗎，40人歲，40多歲，幾舊嘅，清舊嘅。可能唔記得了。後來都冇，較多以後都較多嘅啊。細細都有去看過啦。一般嚟講，樹骨多、脆多啊，嗬，佢冇做必要，安尼量得較好。佢以前嘅啲客人來看片嗬，見之冇嘅幾啲都冇人拿錢啦。劉少鳳係銅鑼體育考到醫學院嘅傑出子弟。畢業過後轉故鄉服務，民國38年第5星期起嘅重工診所，一樓同人看病，二樓係黑。二次大戰要結束以前，那種人家一整條到菲律賓啊，去做個捐醫，你就看到有個西班牙式的那個個特殊樣的那個。啊！佢都叫想講，萬一係講戰爭結束以後，還有咩好轉來？有自家有個意思講，因為條牌個橋嘅係用紙嘅，因為個空間一狹，交通也冇安利片。而家目前有個地點都離車站近啦。銅鑼做送嘅屋嘅，單都係平房屋。重工診所用嘅素材，都係對宜蘭太平山土嘅喜怒氣當歸、八角形嘅窗台、講究嘅室內設計，幾樣時啲冬天忙食用人安排頭。診所完工嘅係銅鑼清大年嘅地鋪。嗰樣是個年木全部用火柴用過來。來到以後也附近的有個，人講嘅製材所嗬，這樣切，頭尾1-2年的時間有，嗰樣是讀到通貨膨脹，但講嗰樣是舊台幣啊嗬，前一些呢，都讀到個材料嗰度有漲價，前我個。人皮唔拉起嘅，我老人家佢就將佢自家積蓄起來嘅，吼，個人皮嗰度安尼去典當安尼，吼，應付。而家走親像銅鑼體親好嘅屋嘅啦，房走安尼一般嘅啊，嗰個充滿老年嘅白門樣，一凸出來，採光當好，佢老醫生設計設計嘅。因為愛顯鐵片行家維護到以後，30年前桃園後後縣就使用重工診所做重建，去俾天陽東嘅假期。30年過後，都見行家有一道電視劇來也破起，客家電視台嘅戲出台中旗棚縣，戲出杜後，旗棚縣來聽數嘅校內科診所就係也。
今年有18嘛？有。 18个生口不结婚，冇出去咯。为促导纪念阿爸留学的子女保留学的本地的歌曲，诊所都含个有看诊室、药房，含个老师的宿舍器材。门口还表演一台古董级的奥多摆，看到也所有的东西，创业行业是功劳，行到转是人热台。细细人田老人家，伊照顾人，也蛮，伊细时到大会晓，安尼有群神，做演技啊，伊放言归落以后呢，伊留下来个不是，各方面，因继续事故，我记伊抢啥东西，迄东西用在都亲老师，毋免讲，这会晓等于讲诶，看到新诶都想见异思迁啦，金满诶，加一套奥多摆其实去诶40人个，很硬人啊呀，唔好讲你马个偏呢。 佢摆如果騎奧多擺嘛，幾台奧多擺安尼200人安尼，CC奧多擺很大個呀，我騎得有人看片安尼，別人很多都去啦。我半夜吼，因那呢，但中正的吼，重片個呀，很多呀，天天都去，唔好講有台詞啦。 劉少鳳嘅奶爺劉家武。 總有退休過後，就一車黑地呀，一下將村島嘅黑地充公診所度，為到維持老屋嘅本來嘅用嘅，佢唔敢按沙床冷氣，啲按翕照嘅一天按不是頭，水母也捐可雕門中在天山。我眼啊，從個唔係講安尼風咩啲風頂嚟嘅啊。 你按人伊全部改咧，改到床啊，就全部都封咧吼，天花板嗰度安尼。伊说80年来安尼个吼，伊就无安尼医院，甚至沙床伊都冇床。现在个伊咪有建议讲几下摆，冇那么多，就讲乜咁冇，就关嚟就个样。 充公診所使用超過半世紀，木材的布嘅愛維護無按改。劉家武同兄弟姊妹喺700年前是200萬元修理長壁同phòng重嘅住，還加申請登錄做歷史建築。羅姓北都就係愛保留路頭擺，還加愛留等對阿爸嘅懷念。